求主你特别保守看顾他们，尤其冠伦快参加学测，求主你让他知道，敬畏你就会得到智慧，有充充足足的力量来应付这个决策，也让他们所有的侍奉将一切荣耀归于神的身上。求主你照顾，求主你怜悯我们所有的侍奉一切都以主你为中心，我们所有的一切侍奉都向着主，转向主的面前。求主你安慰、保守，也保守每个人的脚步，都在课业上，在他们的健康身体上，在他们所有每一个步骤上，都主的平安跟他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哎，各位兄弟姐妹平安。哦，平安哦。这时吼要开始今日的敬拜的礼拜吼，请大家准备心，咱准备心要来敬拜上帝，来请走啊。
若是时要到，现今就是真心敬拜的，要用神用真实敬拜爸，因为爸是爱赐予人敬拜伊。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就用神用真实来敬拜。以上，这是要请学青团契来带咱来阿罗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在这个早晨来到主你的殿中，一同来敬拜赞美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满有荣耀的神，主啊，你是永活的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主啊，感谢你让我们能够一起，有这么好的时刻，一起来唱歌、来击鼓、来赞美你。主啊，感谢你，也求你能够建立宝座在我们当中，能够抚慰每个受伤的心，能够让我们一同开心的来赞美主你。主啊，感谢你，我们将接下来时间完全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一首要带来的是这里有荣耀。那方便的话，可以请大家一起站起来，一起来敬拜来赞美主。那如果有不方便的，也可以坐着没关系。
现在永在的君，现在永在的君王。第二首是我们的新的事将要成就。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高，心里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典，心里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撕下。你是做新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撕下，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高，心里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典，心里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心事的神，我要向你唱新歌。恩典怜悯，每天都是新的，新旧新皮带，每天要撕下。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高。心里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典，心里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高，心里恩宠。我们要唱新歌，称赞我们神为高。心里事将要成就，心里恩典，心里盼望。我们要唱新歌，充满神的荣耀。心里事将要成就，我们要唱新歌。将要成就，我
我们交给思慧。这是咱犹原徛伫当心来念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一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场比拉多而来受苦，定死价，死埋葬罗营府。第三日对世人讲国话，就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过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信同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话，永远活命。阿门。请坐。这是请大家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天地的主宰，也是大全能永活的上帝。感谢你的引带甲保护，阮经过一礼拜久的平安甲顺利。你这新的主日，大家要做伙伫你的圣殿，要用仪式、学乐来感谢你。求主的圣神降临阮的中间，开阮的心门，互阮专心虔诚来敬拜。全能的上帝，求你怜悯阮，互阮脱离这罪的偷棒。伫你的听内面，咱有盼望。无论生活中拄着忧伤、痛苦、流目屎的事，你要用你的话来安慰阮，互阮有力量，无惊吓。阮要将你的话记牢伫阮的心中，诚侪生活中随时的帮助。教会中有身体欠安、行动不便、伫病院的人，求主来医治因，互因得到健康。有人出外出国，求主赐因平安。也为着教会的种子甲事工来祈祷，求主赐因有智慧甲力量来互主用。也希望教会会使诚侪有见证、温底满满的活命教会，伫社区中来荣耀上帝。即时，愿主的圣灵临到阮中间，互你的话会使透过蔡长的喙，互听的甲讲的，拢会得到利益。安尼感谢祈祷，奉主耶稣的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是我们请主日学来带咱来学罗上帝吼，伊小等一下，因伊准备中间吼，咱吼，你准备时吼，咱先来读今日上帝的话吼。因来啊吼，哦。来，即马咱请主日学吼来带咱来学罗上帝吼，咱甲拍鼓啊，甲鼓励一下。
加够水哈。好，这时咱来看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马拉基书第4章全部。我来读。万军的耶和华讲：看啊，迄日要到，亲像火炉伫倒，囡仔骄傲的，甲行歹的，要亲像草油。迄个要来的日，要一尽烧伊，君甲己拢无留伫。第20节，道恁敬畏我的名的人，要有公义的日，来起来照恁，伊的刺有医治的功效。恁要出来丢跳，亲像油来肥的驴仔。伫我所定着的日，恁要丢塔歹人，因为因要做火斧伫恁的骹下。这是万军的耶和华讲的。恁着记着我的奴仆摩西的律法，就是我伫何里为着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伊的，就是律例甲法度。第5节，看啊，耶和华大搁通惊的日未到的大胜，我要找先知以利亚到恁遐，伊要互做老爸的心活转伊的囝，做囝的心活转伊的老爸，免伫我来救助即个地。以上，即是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的题目是亲情的回转。你们借平安，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台语讲平安，各位讲平安。英语说 peace， 法语呢？peace 法师日本呢，我问那个严长老，严长老说他们用那个孔吉瓦、孔曼瓦来做他们的问候。今天在我们在座里面，我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我觉得我们的新的一代看到一个新的一代。我们看到以晴代的乐团，我们看到冠伦在学测，仍然在服侍，这上帝会加倍祝福，因为见过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有看到从法国来 Emily 的家庭，她的妈妈还有 Emily 来，你们站起来给我们看一下，因为我们很少看到法国人跟我们一起聚会太棒了！你看，看起来就蛮有气质。其实旁边还有一个法国人我们赶快要准备把他赶回法国的新城我们好高兴，我们今天看到文念兄也来了，我们看到那个琼姐她也来我们这里，尤其我们看到这一代的这些年轻人。今天世军各位看到他领带跟我一样有没有？你们注意看看，我们两个的 Burberry 的领带但是我的是那个纯粹是棉质的，他用的是有一些奶弄的但我们两个都是一样，我们两个有默契。今天我有默契，但是这个也是从法国很有名的过来的，我们是 Olay 买的。但是不管如何，我们所看到的，不管是许安他们尤其以前带他们在唱看到若安打鼓，他的爸爸那个眼睛亮起来，看到那个好像天仙美女这样下来在打鼓，真的，这整个的画面我都觉得是真的是非常美的画面。然后知道看到我们的主日学的小朋友在这边献诗，尤其我们一个最小的朋友还走来走去这个就是美。这个教会爱的是什么？就亲情。这个教会就是个大家庭，教会是一个大家庭那跟他说看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每一件事情，是告诉我们回家吧，回家吧，回来天父的家。这一个亲情的回转，亲情。我本来用的电报是讲爸爸最喜欢听的歌，可是我一直觉得说一个让我很感动。我们回家吧，回来吧，回来吧。现在我们亲子之间有发生很多的冲突。我想在美国、英国、法国，你们留在国外，这种事情是越来越多，其实台湾也越来越多。那么因为亲子冲突，让我们的青少年们充满着愤怒，充满着不确定感。充满着整个的心灵的空虚，充满着整个的缺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青年人在这边赞美，我觉得这非常非常的美
因为他们从青少年时代，从小时候让主所用，那么在一辈子的路程之中，我们可以很确定他们得着主你很大的眷顾。阿们。我们相信他们以后的一辈子都是主得着主非常大的眷顾。阿们。这就让人非常的美。所以我们要知道整个亲情的回转，我们看到父亲的演变。我们上一代，我们对我们的爸爸都是很威严的，看到爸爸都不动声色，妈妈就是一个非常保护的角色。所以以前叫做慈母严父，妈妈都非常的慈祥，爸爸就很严厉。吃饭的时候，爸爸没有动筷子，没有人敢动。那之后变成慈父严母，妈妈也受水音嘛吼，妈妈开始打小孩爸爸在旁边不要打了啦，哎呦好可怜。所以我们看到父亲的演变是什么？从以前的爸爸在打小孩，那妈妈背着小孩在那边辛苦做家事，慢慢的爸爸慢慢演变，开始跟小孩玩在一起，慢慢的演变，现在看到小孩都是孩子的大玩偶。现在的小孩在我们心中都是个宝贝。现在爸爸不但不敢打小孩，还要轻声的问候：你晚上要不要回来吃饭？你跟朋友去看电影哦，要不要早一点回来？哎呦，功课写完了没有？写完了没关系，没有写完，爸爸帮你写。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功课前面是小孩子写的字，后面是大人写的字老师然后在联络簿里面就打一个问号，到底是谁写的？暑假好多的书单，没关系，你去玩，爸爸帮你把它做完。所以你们看到暑假爸爸都在抓昆虫，因为要帮小孩子完成暑假作业。整个的社会在演变之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从圣经来看，我们有看到几个父亲。第一个父亲是刚开始做爸爸的亚当跟夏娃，他就生了2个小孩，该隐跟亚伯。结果大儿子打死二儿子，史上第一件凶杀案。还不知道怎么去做爸爸，还不知道怎么去做父亲。所以你这个爸爸是骄傲的爸爸还是悲伤的爸爸？当然是悲伤的爸爸。大儿子打死二儿子，那些多悲伤的事情。我们所看到什么？罗德跟亚伯拉一起出来，他在选那个索多玛跟蛾摩拉，选在那个罪恶的城市、繁华的城市，但是是罪恶的。在那个地方里面，大火降下来，他就带着2个女儿跟他的太太一直跑，他太太回头变成岩柱。所以罗德是骄傲还是伤心的父亲？他是个伤心的父亲呢，没有好好教导我们的子女的话，他变成一个伤心的父亲。我们看到以撒，他生了2个儿子，一个叫做以扫，一个叫做雅各。雅各从小就是呆呆的乖在妈妈旁边，以扫就是粗犷打擂。有时候我们念圣经的时候会觉得奇怪，以扫的心思实在是非常的好呢，他就大条了呢，为了一碗红豆汤，他被骗去了长子的名分。可是我们看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们仍然兄弟2个在一起的时候，仍然复活，仍然没有报仇没有抱怨，2个还是非常的相好。可见以撒也是用上帝的话语在教导这2个小孩。我们看到一个最悲惨的事情是以利，大祭司以利就是我们教会里面的大牧师、大祭司。可相对的，他人好不好？一定很好为什么？哈拿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他在安慰他。你知道阿拿生一个小孩子撒母耳，7岁就带到圣殿里面，他非常用心的照顾他。当撒母耳听到上帝在跟他呼喊的时候，他以为他师父在跟他呼喊说：“哎呀，老师，你找我吗？”他说：“我没有找你哦。”第2次。上帝又跟他说：“撒母耳。”他跑去：“老师，你找我？”说：“那不是，那是上帝的声音呢。他能够辨别上帝的声音，然后以撒母耳慢慢把他栽培长大，成为上帝非常重用大祭司。所以以利是好不好的父亲？如果说用我们的标准来讲，以利是一个很慈祥的父亲。他2个儿子，
以弗尼跟那个菲尼亚这2个儿子也是祭司，可是坏事做尽。什么叫坏事做尽？虽然当祭司，哎呀，要献给上帝的肉最好的，他就插上去，然后就吃，一点都不尊敬上帝，甚至跟在圣殿服侍的女生，就是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以利知道不知道？知道啊。他是不是好的父亲？他也是个父亲呢。好的父亲，他还是劝导他说：“哎呦，做这个事情不好啦，你们不要这样做。”给我们个警惕啊！我们当爸爸、当你的儿子做坏事的时候，而不是用这么温和的劝导，应该跟他指正说：“你哪一点不对，不能这样做。”可是以利是个好父亲，可是那个父亲是一个软弱的好父亲。大家讲一句话：性囝不好。性低压躁，听得懂的人大概都超过60岁。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溺爱小孩，因为溺爱小孩的结果会让人小孩反而是非不分了。所以以利的2个小孩子说：“爸爸只是轻轻跟我讲一下，我也没觉得没什么不对啊。”结果上帝是什么？同一天在他作战的时候打死他们2个小孩。以利听到，往后一仰，也死掉了。同时死掉3个人。这个父亲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当父亲的人是不是应该重新再思考我们的定位？我们要怎么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小孩在成长的过程，这得到主的眷顾？我今天为什么特别提冠伦？他要学测，照理讲父亲都很紧张哎呦学测不要啦，你赶快去念书。我记得中心教会成立第2年的时候，我就在中心教会服侍。那时候我在考司法官，我敢说司法官是大概到目前为止，从以前到现在都是最难考的一个科目。那时候司法官是录取增加录取，本来说录取10几个，那是录取70几个，算是比较多。可是还是很多人考啊。可是我考司法官的时候考上，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大家看到我礼拜六就在教会里面一直服侍，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所以我相信，我只要留在念书的时候，上帝会将智慧给我，让我念的书都能深深的记在我的脑海里。所以当时我的太太就知道这样，所以我这样追到我太太。我说当时我太太好难追哦，好多人追她哦。她会看上我是因为我头脑还算不错，当然还有一些技巧了哈。这个是当然不足为外人道，但相对的，我头脑真的很好，所以我考上司法官的时候，大家也不知道。我毕业的时候，前面刚好也没有人，所以我也是毕业就立刻派去台北。所以相对这一路上走过来，我认为服侍上帝，上帝给你加倍的能力呀，在你念书的事上反而更得到功效，不是你念了老半天。结果呢？所以我们相对说敬畏耶和华。为什么官人说你放心，好好念书，你的学测一定是好的。我们每年都替你祷告，你放心，你会考上学测，让爸爸妈妈知道说来教会反而是对的。因为什么？上帝在祝福在你的身上啊！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以诺，他活了几岁呢？我们1年有几天？他就活了365岁。因为但是有300年跟神同行，也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家庭，以身作则，爸爸非常的敬虔，爸爸非常的有信仰，小孩子就跟着有信仰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是什么？挪亚造船在山上啊，大家认为疯子，大家赶快到山上来。他的儿子3个儿子加上媳妇，加上他自己的太太，总共8个人。进入那个挪亚方舟里面，可见这个父亲讲的话，儿子有在听啊。我的儿子讲说：“我笑我跟你到那个山上去，人家笑都笑死我了。”没有啊，就是跟着他到山上去，结果他有没有得救？得救了啊。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说：“我们到乌尔去。”上帝说：“你们要离开你本族、本宗、本地，你离开啊。”哎呦，现在叫我们离开，觉得怎么可能？就像当初蔡英文总统找我说：“你来台北帮我忙。”
我说我在台南很好呢，我在台南的别墅前面还有花园，最近花园才发觉到那个葡萄树结那个葡萄，小小的葡萄好美哦。每次回到台南的家都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来台北住一个30平的宿舍，小小的。我在那个台南的乡下那个家，哇，我还有在那个湾里的还可以看夕阳啊，官地就103平。那么大那么美的地方，结果我来台北又住个小小的，结果我来了，我没有来我就不能跟你们在一起呀、不管你们讨厌不讨厌，我就是跟你们在一起的，对不对？哎，感谢主啊，将一切荣耀献上给我们天上的父。如果我今天没有在一起，我就没有看到 M 你嘛，对不对？你从法国回来，不见得看得到我；我去法国也不见得看到你啊，对不对？你顶多看到我们星辰而已。看到新生，你们两个也是讲中文，我看你们两个在讲话，特别下去听一下。哎呦，还是讲中文，我以为你们要讲法文呢。哎呀，还是讲中文。不管如何，上帝都有他美妙的安排，上帝的每一个安排都是美的，所以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就走了，就离开本宗本地，结果他得到上帝最大的一个祝福。我们所看到的什么？所看到的那个当时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有12个人。派到迦南地去看，其中10个回来说：“哎呦，那个地方不能去哦，好可怕哦，人高马大。虽然地那个东西都很多很丰富，可是人高马大，我们怎么打得赢人家啦？我们人数又小，人数又少。”就迦勒跟约书亚，不要怕，有耶和华，有上帝当我们的依靠，我们去吧。你看这种父亲，约书亚跟迦勒是不是很值得敬佩的父亲？他在子女的面前让人家知道说敬佩耶和华就对了啦，有什么好怕？所以只有迦勒跟约书亚还有那个利未的后代能够进入迦南地，其他都就留在旷野沙漠。他拯救了整个的家族，他是个好父亲，是个好父亲呢。我们所看到西比泰的2个儿子雅各跟约翰，耶稣当时在招门徒祷告完之后，招门徒的时候，看到西比泰的2个儿子说：“来跟从我。”要我们都笑跟那个人，那是木匠的儿子跟他没有前途你不要去。而他的父亲毫不犹豫，就跟耶稣去吧，但是看出耶稣的不防，就跟耶稣去吧。所以成为耶稣非常喜爱的门徒。这个雅各当然很多是雅各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以色的以扫的那个弟弟也叫雅各嘛，雅各有一个称为以色列。我们所看到的耶稣的亲弟弟也叫雅各，世间的亲弟叫雅各，可这个雅各是门徒的雅各。一个父亲的很宽宏大量，而不是说很保护他自己的小孩，去吧。他知道这3年他不知道多久，可能跟着耶稣可能会受苦。可能得不到任何的荣耀，但是相对的，他认为那是对的，就鼓励他去。最后一个是什么？哥尼流，他遇到异象，彼得也看到异象。结果彼得要到他家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将他所有的家人、所有的好朋友都召集来做什么？听耶稣的道理，全部得救。有时候我们想一想。不太好意思呢，今天 M 你的妈妈要踏进来，想说，我以前没有到教会，这样会不会排斥我？我告诉你，我们看到你呢，比看到我太太都还高兴。但是我回去可能会被罚跪，但是没关系，我看到你来比看到我太太还高兴。每个新的人到我们的教会来，都是我们最好的兄弟姐妹。阿们。我们好高兴，每个人到兄弟姐妹们，就是兄弟姐妹到我们教会来，我们就觉得这么美的一个事情。我们看到文内兄来，很美的事情。我希望你常来，上帝会住在你的身上。你要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身上都有他的使命，都有他所面对的一些事情。第二个，我们开始要正视这个世代的代沟。马拉基书是旧约里面最后一卷书，第4章是最后一个章节。最后一个章节第1章就告诉我们什么？第1章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世代末日要近了，那么会有火炉会降下在凡行恶的，譬如这个字你们会不会念？凡行恶的，譬如什么？
翠。哎，你们都看得懂华语嘛？哈，这叫翠，这叫翠什么？翠什么？那叫翠什么？台语就简单了，它也很简单，恢复啦，好恢复，不也必恢复。这国语叫翠，叫翠街，其实本来是这个街啦，哈。但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电脑很难得显示这个街，所以就把它改成一个集。好，所以你会看到有的圣经版本水翠街，有的写这个街，集这两个字哦，其实是同一字，叫什么？那个麦子里面的杆，就像我们现在收稻子，有没有？稻子里面有稻草，以后我们做什么事情，放火把它烧掉，有没有？所以会变成灰渣，所以台语就把它干脆翻成灰了，灰乎了。那国语里面就是认为说是稻子的杆，那是做什么？这以后要火化的，没有用的。所以在末世代，你们这些行恶的，你们作恶的，上帝有警告我们哦。这警告是世代的警告哦。末日还没到之前，我们如果做坏事、作恶，会如同什么？这个稻子的稻杆会被烧毁哎，不能得救。所以那个是很重要的，没有一件的留存呢。我们不要忘记末日到来的时候，我们说以利亚，耶稣当然讲以利亚就是那个施洗约翰，施洗约翰说我不是以利亚，但是耶稣说他就是以利亚。可是，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耶和华见证人，所以现在耶和华的见证人就用这个名号说他们就是上帝的见证人。上帝的见证人是以利亚，没有错，但是是不是他们我不知道。但相对我们要非常小心。因为真的是以利亚来的时候，会将这个世代的人告诉我们，会得到一个毁灭。所以人本身的罪恶破坏了父亲亲情的关系。各位有没有发觉到，以前我们对的父亲是毫无条件的非常尊敬。我的爸爸到临死之前，我经常讲过，我陪他2个月在医院瘦了6公斤。可是我觉得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甜美的日子。只要他一醒过来，我就跟他聊天。讲笑话啊，他一睡着，我就在旁边打个咪。哎，一醒过来，我就去聊天，然后就去上班，回来到最后死的时候，我也在跟他讲笑话，所以嘴巴睁得那么大。所以你为什么不把嘴巴合上？我说我已经忘记我死了，已经很难过了，我怎么记得把我爸爸的嘴巴合上？因为死了以后就僵化了，所以我的爸爸死的时候嘴巴都张着大口。但是我还是很想念他。相对的，这个时代里面的气息慢慢的淡化。我在基隆的时候当了3年的少年法庭的法官，每次少年法庭开庭要找父母来，90%几，大概绝大部分来的都是妈妈，来的都是单亲家庭，来的那个妈妈都说基层工作。那个妈妈都是整个身体就穿着一个衣服很旧的衣服，整个身体黑黑脏脏的，好辛苦，跟老板请个假赶过来。法官呐，我没有时间照顾我的小孩，那个小孩就在旁边，叫你听话你都不听话，叫你听话你都不听话。那我们就会小心问他，反正是关起门来，他的爸爸嘞？我爸爸。我还没出生，他就已经每天喝酒打我，我就逃跑了。根本出生就没有爸爸，妈妈就把他带大。我所看到的好多是妈妈带大的小孩，所以我觉得天国里面女性一定比男性多，请各位兄弟们不要难过。妈妈真的是好伟大，所以今天虽然父亲节，我还是要再讲一句话：妈妈真的好伟大。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妈妈们费尽了心血把他小孩带大，然后只要小孩变乖一点，就打电话院长，我小孩子好乖哦，今天没有去上工，我小孩子今天没有去上工，我说院长要来找你，把你抓去监狱里面关，所以你下课的时候，下班的时候要赶快去找院长。院长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呀。所以就准备了好多东西。他下班来找我，院长，对不起了，我今天睡得比较晚，没有去上班。我立刻赶去上班。他就买了一条吐司给我。他买那条吐司我花了好多钱的。我还要跟他买橡皮筋，我跟他买彩色笔，我跟他买好多的东西，跟他吃的东西，这样带回去给他妈妈。可是我很高兴，小孩子有在改变。小孩子有在改变，虽然他没有爸爸，最起码在改变。
我们说看到这个很美丽的一张图，可是在台湾所看到是什么？哎，他的爸爸从那个安养院把他接回来以后，把他掐死掉。哎，现在文天兄这个事情你们看过没有？应该新闻看过。接回来，吵死这个老的就在床铺上吃喝拉撒，我受不了，就把他掐死掉。我们所看到是什么？那个小孩子啊，把他的那个逆子把他的爸爸砍了111刀啊！吃毒的没有钱，就把他爸爸砍死掉，恐吓他妈妈拿钱出来。那么我看到留美的硕士女孩子，留美的哦，硕士女孩子哦，我们新中是留发的哦。新城，你是留发的，不要学这个哎！啊，拿不到钱，竟然把他爸爸砍死掉，丢在海边。所以我希望这些东西都不见。我们教会不能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应该不见。所以家庭的犯罪跟不公义，我们要把它重回它的公义。我们要得到一个慈爱的父亲。我们让父亲都变成慈爱的父亲。我们的慈爱的父亲，你没有爸爸，不要紧张。为什么？我们有亲爱的天父。我们有阿爸父神跟我们同时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修父子的关系。同样的，我们要重视什么？无父的世代。其实这个世代有很多是无父的世代。我们所看到的马拉基书4章的1到6节里面，一直告诉我们那个日子近了，末日快到了，你们要悔改呀！你们的父亲哦，这个是复数嘛，这些做父亲们的心要转向儿女耶。当然，做宗教的意义上来讲，这些父亲们是指先知啊，是指以色列这些贤者啊，要转向儿女。儿女指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的心要回转过来。但是今天是父亲节，我要告诉你，父亲就指你们。每个人要知道，我当父亲有责任，让我的儿女们回转向神。那么儿女们，你有责任，你的心要回转到父亲的身上，这是你的家。我在少年法庭，很多人跟我讲，我就不喜欢回家。我回家我觉得很难过，就是不喜欢回家。你们要回家。我们所看到什么？朱自清写的一个文章叫什么？背影。啊，他的爸爸平常不苟言笑，结果他看到爸爸为了跟他买橘子，爬上月台，爬上爬下，他突然感觉到他爸爸真的是爱我。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家庭里面，尤其你们在长洲这样看到，我们就看到小孩子推着父亲慢慢在散步，在聊天。我们台南有个悠然山庄，然后我经常去那边。那时候有时候会推着他们在走路啊，他们都觉得好高兴，只要有人陪他聊天就好，就推着他走了1圈，走了2圈，他觉得就好高兴，就觉得好高兴。然后他跟我讲说，啊，礼拜天我儿子要来，啊，礼拜天我媳妇要来，礼拜天我的女儿要来，他们都很高兴。所以我们有什么？要有彼此宽恕、彼此接纳。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当儿子子女的，要在主里听从你父母的话，因为孝敬父母是第一条得到应许的戒。孝敬你的父母，不要忘记，尤其如果你是单亲家庭里的妈妈，你要特别对她好。我在少年法庭真的那个感触很深，那个妈妈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在想说，主啊，照顾他们吧。那妈妈真的是，我看她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个妈妈都是做低层工作的，要赚钱很少，可是所有的心力都在他小孩身上。我希望每个爸爸也一样，让我们全心全力爱我们的小孩。但是当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生气。当父亲的就要吹捧我的儿女哦，不是这个意思。什么叫不要惹儿女的生气？也就是你当爸爸的人不要随便骂小孩啦。看到小孩啊，你没有用啦，你没有用啦，啊，你细细的后啦。我们觉得听到这些话都觉得好难过。你当父亲，你的小孩是你的宝贝，也许你是无心的话，他听起来是有意耶。爸爸不爱我，爸爸叫我死了算了。我们应该用主里的话、上帝的话跟他讲，你应该温和，你应该有孝心，你应该和睦，你应该看别人比自己好，你应该做众人喜欢的事情，你应该敬畏耶和华。所以我们在无时代里面，这是美国的一个统计，尤其下面那一行让我很难过，入狱的在监狱里面的超过80%都是无父的。什么叫无父？
不止从小没有父亲哦，其实现在有的父亲等于无父哦，爸爸都忙着在做生意，没有看到爸爸。小孩子从小到大很少见到爸爸，因为他见到爸爸不是爸爸已经喝酒回来半夜了，就是爸爸连回来都没有回来。不要小看到很多家庭连爸爸都没有回来了，所以他是一个无父的世代。这无父的世代让我们觉得整个关系都非常的破裂。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什么？带他进入天父的家。我们要什么？借着祷告，借着宣教的活动。今天我们看到青少年，我们这些学器们在这边做诗歌的时候，我希望这里面有很多慕道友，因为我们把他带到整个团契来，这是一个最大的福分。这是一个我们觉得一个最大的福分。一个 legend， 美国成立一个很有名，他从小就没有爸爸，他爸爸就对他施暴，他妈妈就带着他跑走，所以他就立志要拯救这些无父的家庭，没有爸爸的家庭，所以他成立一个西亚乐团嘛，那些人喜欢嘛，西亚乐团就是西亚福音乐团，他带着好多人来信主哦。他每次西亚乐团好多人来之后，就大家痛哭流涕。我们真的是很希望我们有一个非常实在的天父，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会为他们祈求，让我们大家合而为一耶。不管是父亲，不管是母亲，大家合而为一。在一个告别式上，一个年轻人站起来，30几岁。然后，亲爱的兄弟姐妹们，我的爸爸50岁生我，老来得子，非常的喜欢我。从小，他都叫我不要做任何工作，只要好好读书。60岁，他是个工人，工厂就叫他退休，他就去开了一间补鞋店，每天向人家修补鞋子。我的印象，当我早上起来就看到我爸爸在那边忙，然后我回家，我爸爸也在忙。我就把功课拿到旁边写功课，他在那边一边指导我功课，一边忙到我去睡觉。我看到他还在忙，我说：“爸爸，你休息一下吧。”他不会，我还年轻。我高中毕业，我爸爸70岁了，我去念大学，要到城里去念大学。我爸爸在乡下，没关系，你去念大学，不要去打工哦。我还年轻，我可以赚钱养活你。你不要打工，你赶快去念大学。我爸爸就这样补鞋。我呆的时候，经常回来看他，每次看到我心里都好难过，因为我发觉他越来身体越来越弯，脸色越来越不好看。我就问妈妈：“爸爸怎么了？”妈妈就不讲话，说：“你只要好好念书就好。”爸爸说：“哎呀，没事了，没事，我还年轻，你不要管我，你好好念书就好。”大2社团很多，大3开始交女朋友，大4根本连回家都忘了回家，顶多过年回来一次。打电话：“爸爸，你还好吧？”我没关系，你没有回来没关系，我还年轻，我身体很好。等我开始出来找工作，我开始有女朋友，论及婚嫁。我岳母跟我说：“你总要有一间房子吧？”我跟我爸爸讲，爸爸说：“赶快去买房子，头期款我帮你付。”其实我有存了一些钱，我爸爸也帮我付了一些钱，我开始有头期款。那每个月贷款，我爸爸都会寄钱给我。但是我已经30岁了，我忘记我爸爸已经80岁了。有一次我回家，我看到爸爸在扯那个皮鞋，好累的感觉。一边擦眼睛，一边擦眼睛。我说：“爸，你休息一下好吗？”我讲：“不会，我还年轻，你不要管我，你去做你的事情，你们就不要回来。”就碰到2年的疫情，我连过年都没有回家。有一天突然妈妈打电话给我：“你赶快回家啦，赶快回家啦！或者什么事情，你赶快回来，你爸爸在医院呢。”其实他离家没有很远啊，大概2-3个小时就到了，赶快开车回去。到医院，他的爸爸已经躺在病床。医生进来，他赶快拉着医生：“我爸爸怎么了？”你不知道啊？你爸爸当初刚癌1期，我就跟他讲不要太劳累。
要吃一些抗癌的药物。你爸爸说：“我不要再花钱了，我还撑得下，我还年轻。”你爸爸都没有吃药所以他半年就恶化了。他现在已经肝癌末期了，大概这1-2天会走。他一直看着他爸爸，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肝癌末期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了？他爸爸笑一笑，没关系啦，我还年轻。他说他看到他的爸爸瘦得干巴巴，这个肚子胀起来，他想到他爸爸已经80几岁了，还在补皮鞋，还说我很年轻。爸爸，不要啦，不要紧啦，我不会怎么样啦，我不会怎么样。走了，还好我有看他最后一面。他说：“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不要忘记，有空多回家，多回家，你的爸爸都在等着你。有空多回家吧。”就如果今天有在线上听我们讲道的兄弟姐妹们，找附近的教会，因为你的阿爸天父还在等着你回家。亲爱天父，我感谢你来到这世界，给我盼望，给我一个永恒的家。亲爱天父，请神还我回到他面前，不再流浪，我看到家的光。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喜乐充满我的心，我不住赞美。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你有多久没有回家了？现在弟兄姐妹们，天父也在等着你耶。你的爸爸80岁在等着你耶，他只希望看到你，见个一面，跟你叙叙旧。你一回家是他最大的高兴。现在我们大家全部起立，我们来唱一次来。亲爱的我们要记得，天父永远在等着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记得，我们要回到我们天父美丽的家，那个家是美丽的，他在等着你。一起来回家，回家，回到永恒爱的家。天
亲爱的天父，我们回到你的身旁，我们回到你爱的宝贝里面，所以照顾我们的每一天。我们回到你天父的家，那是何等的美丽，何等的幸福！让我们交托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这是请大家准备心来奉献，来回应上帝的疼。请起立来迎奉献诗。请坐。这是请来吟诗信诗388首，信诗第388首。咱吟诗后，请林牧师来祝祷，请大家起立来吟。愿主耶稣基督恩惠，天父上帝疼痛，时时刻刻甲大家三个伫地，互咱伫出伫入安安稳稳，拢得到主的祝福。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
请坐。即时我要来报告，报告进前那请大家先看本周的聚会动态，请大家参考奉献报告若是有处理，请向我本人还是会记来反映。消息报告的部分本周拜二是8月8号是父亲节今日咱的这礼拜中间咱有要送每位爸爸小礼物，祝因所有的爸爸拢父亲节快乐祝因健康平安快乐。咱请主日学来，请爸爸先起来爸爸若是要做爸爸的嘛是会起来请后壁主日学的小朋友来颁发给爸爸父亲节的小礼物也请学青一起帮忙来发拿到礼物的爸爸就请您坐下来让他们知道还有谁没有拿到。谢谢学青跟主日学小朋友还有没有爸爸没有拿到的？都拿好。那等一下如果没有拿到的，再跟我们的长老们再来反映。过来看消息报告第3点后主日就是8月13号，妇女团契有邀请消费者无添加物协会来分享食品的安全讲座这个机会很难得他的讲座题目是走进厨房，远离药房吃健康的那欢迎兄弟到场来参加。第4点教会于8月27号礼拜天下午1点半，要在这个建成国中举办趣味的竞赛的一个运动会那因为时间已经差不多，那所以说我这边如果说要参加的那请在那个公布栏这个上面来报名填写报名表。那基本上我们的分组基本上是我们架构是用我们聚会后的这个小组的一个组别那基本上第一组就是叶基安长老，第2组是陈国威长老，第3组是严志宏长老，第4组是郑伯文长老那基本上这个等一下我会先给这个4位的组长先让他填基本的这个我们礼拜后的这个小组成员的名单。那其他没有参加小组的人呢，你们可以请你到后面的公布栏，那你们可以自由挑选你们要在哪一组你们可以自己去再填写你们希望在哪一组。那请在后面这个来做报名的动作因为时间有点急迫，所以说请大家今天如果是说礼拜结束后可以请您赶快到后面去做填写让这个就是说我们举办的单位能够在保险上面还有准备点心上面能够做很好的安排那请这边大家注意一下。今日礼拜1后有小组的分享请叶老师针对这个分享的一些内容那来做一些说明。
亲爱这平安吼，今仔日是迄个真言吼，真言其实无要分享啥物啦吼。真言三章特别讲吼，讲咱若得到智慧咧，得到智慧讲正手有长寿寿啦，右手有长寿啦，倒手有啥物？倒手好业较尊贵啦，财富与珍贵，得到智慧。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所以咱会当读箴言啦吼，读箴言。过来另外一个吼，就是我咧报告2项啦吼。咱最近迄个 AMD 迄个执行长施凤芝转来嘛，转来台湾啊。转来台湾的是因老爸讲吼，因若有法度讲即个讲遮厉害啦吼。伊讲伊主要讲细汉拢用塔木德咧甲伊教啦。咱知影塔木德是啥？塔木德就是专门咧读摩西五经啦。摩西五经吼，都创世纪出来入记者，摩西五经咧解说摩西五经的啦。因拢犹太人拢伫即个拜六的时有主日学嘛，主日学去吼，都互相咧讨论这啦。就是在讨论这一些，就是摩西五经，或者说那一些生命记、利未记这一些。讨论这一些的时候，你可以一直发问，有的时候也没有解答。有的时候有解答，例如我举一个例来讲啊，例如说那个有分界，利未记里面有讲说有分界嘛，分界的时候，这一棵树要是种在那个刚好边界的旁边，长出来那个果实到底是这一边的还是那一边的？就这样一直讨论哦，讨论了大概，我想大概有20-30页哦，每一个人讨论都不一样，有些人讲说看那个根如果跑到别人另外那一边去看占几分之几，你要分给他几分之几。有些人讲说不是根啊，是看那个有没有跑过去了，那个枝子有没有跑过去。枝若选过，遐就属伊的；枝若无选过，都不属伊的。就像这样一直讨论了哈。所以他们从小就是这样讨论。刚刚我看到我们那个学青在那边唱我就想说以后应该会出一些 super star 哈，一定会的，因为从小你这样训练嘛，像那个犹太人这样训练嘛。我再举一个例哈，他里面讲到说，他们长大以后了，因为参加了塔木德讨论以后，主日学嘛哈，以后他们去参加一个聚餐一个聚餐的时候，有一只苍蝇，有一只苍蝇的时候，假如说是我们的话，那个是一个日本人下来，后来他信犹太教。他是一个律师啦哈，后来他信犹太教，他是讲说，要是我们日本人或者说华人亚洲人，他会讲说这样，这间餐厅真无卫生，竟然那个餐厅里面有苍蝇，他说犹太人怎么想？犹太人就想说，这里有一只苍蝇，它从在桌上这样飞起来那个速度有多快？这一只才多大？如果是用飞机来看的时候，这一只飞机是它的几倍？这样算起来。也没有助跑，不用助跑就直接这样飞起来那个速度可以到700公里，几秒钟可以到700公里，他们就往这一方面在一直想了，所以就有无人机这些发明出来。所以他就讲说，为什么犹太人会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从小这个思考有关系啦，有关系。他就特别那个日本人，他信了犹太教以后就特别这样讲。我想我们也一样就是塔木德，我们读那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可以让你可以赚得全世界了。但是新约圣经我们知道，耶稣讲你赚得全世界，送去你的性命有什么路用？所以以后还要灵魂的得救了灵魂的得救。这个是。我们接着要读那个箴言的时候，我顺便提了另外有一个就是长执会的时候有讲说，本来是要放那个叶明汉牧师的那个，他有一些回答，有些人会问我以前非基督教的家庭有一些禁忌，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要问，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叶明汉牧师他都有把它写出来了我会把它放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因为他每一个讲大概都超过1个钟头以上。例如说讲到祭祖跟那个要尽孝道了，祭祖的时候那些问题有一些是说，你的名字那个命名学这些问题，还有很多了，他都有解释得非常清楚。我们会把它放在群组里面，你有空你可以看一看，参考这些。万一有那个
非基督徒问你的时候，你才有回答。像星期三那一天呢、就有一个那个封闭班的问说：“啊，你的祈祷刚好？哦，你的祈祷刚好啊？”但是耶稣讲说，如果有2、3个人奉他的名祷告的时候，他就在我们当中。哦，其实我的想法像这样的回答，我的想法是这样：我们会向我们的父母亲求嘛。啊，你什么好啊？你什么好？昨天我去买面的时候啊，那个老板就讲说，他儿子就他女儿就跟他怎么讲呢？他说：“爸，你忙拢大行拢给他开了了，你也留一寡给我呢。”啊，他就这样讲。啊，其实我们也一样，我们向我们的天父，那创造宇宙的神啊，我们向他求，要不要给主权是在他，不是在我，在我们。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求。也许你在很小的时候，他给你的是什么？你长大的时候，他给你的不一样啊。但是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主权是在我们的神嘛，他会不会成就我们所祈求的？哦，这个是我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叶元安牧师，他有很多回答了。哦，这样的时候，你在非基督徒跟你讨论的时候，你会比较清楚一点。哦，谢谢。我们今天在做平安礼之前我们今天有来了2位新朋友就是黄雅仲、黄依玲那就是这2位好，我们欢迎他那他们住在龙江路，在这附近那我们希望就是常常可以看到你们。好 ，OK。那等一下就是行平安礼之后，大家会后可以再跟他多交流。好，那这时咱要行平安礼请向隔壁头前的兄弟来请安。